摧滅嫉心，不忌勝過，專拗求法，心無厭足，常欲廣說，志無疲倦，擊法鼓，見法同，耀慧日，除痴暗，修六和敬，常行法施，智勇精進，心不退弱，為世燈明，聚聖福田，常為師道，等無爭礙，為拗正道，無餘恩戚，拔諸欲刺，以安群生，恭為殊勝，莫不尊敬，滅三舊障，遊諸神通。咁啊，此一段經文呢，就係行修增進，就係話自利利他之行，兩樣都得以增進之故，咁佢就行修精進。個摧滅嫉心就不忌勝過，咁啊行菩薩道呢個人呢，對於自己個對方呢個對象嘅人啊，唔好有呢個嫉妒障礙心，唔好妒忌啲別人咧勝過自己。咁啊，即使別人比自己好啊，自己咧都唔可以生一個啦係嫉妒心嚟到嫉妒對方嘅。反而菩薩啊係住於呢個平等心，所以唔會嫉妒他人嘅利養，屬於呢個利他嘅方便。如果啊對於呢個對方有所嫉妒心呢，就唔可以利他，就唔可以度他。所以菩薩行菩薩道就要係摧滅自己呢個嫉妒心，就不忌勝過，唔會妒忌他人咧勝過自己。個專拗求法，心無厭足，就係行菩薩道者要不顧呢個身名，廣求呢個善知識，係多多嘅聞法，心無厭足，無有厭倦，咁佢希求呢個佛法去求法，咁啊增加對自己呢個自利利他之心，咁啊佢就專拗求法，心無厭足，個常欲廣說，志無得疲倦。咁啊，此一兩句經文呢，就說明菩薩第一就係為自利，但係更重要嘅呢，還是就係利他。咁啊，凡係學佛法，佢有所得啊，必定咧係為眾生廣說。菩薩呢，以度眾生為出發點，即使經過無量劫咁長，佢都為眾生去說法，去化度嗰啲眾生啊。佢話志無疲倦，佢呢個志向呢，永遠唔會休息，永遠唔會疲倦嘅，時時都係咁度眾生。佢話擊法鼓，嗱鼓呢就有音聲嘅，打起嚟係有呢個鼓嘅音聲響。咁啊，然就法鼓呢，就係佛說法呢個音聲響亮，能夠遠近都得聞。所以如同呢個鼓啊，現在佛擊起呢個法鼓，就係講經說法，呢個音聲普遍，能夠吹破呢個邪魔外道。咁啊，咪話佢哋擊法鼓。咁啊，慧遠大師疏裏邊講一個擊法鼓，就譬如呢個聞慧法啦。因為呢個法鼓一擊，眾生就得聞，得以聽聞佛法，因此而發心咧係修行。所以擊法鼓就譬如呢個聞慧法，因為聞聲遠避，名為佢就擊法鼓。見法同，嗱銅咧就以高顯為義啊，銅咧就係圓形嘅，咁啊掛一個銅咧掛得高高咧，就係顯示佛咧有呢個高高嘅威德，可以吹服呢個邪魔啊，猶如呢個聖銅。
咁啊慧遠所話變法同咧，就係譬如呢個思維法從文咧係易思啦，因為思維呢個義理就如同呢個銅高高掛起一樣，咁啊叫做變法同。嘅耀為日就除痴暗，耀為日咧就係為光普照，猶如杲日麗中天。咁啊日頭出，響正當午嘅時候啊，正當中嘅太陽普照，就可以破盡呢個大地嘅黑暗。咁啊就如同佛嘅慧日普照，能破眾生呢個愚痴嘅黑暗啊。所以慧遠疏裏邊講啦，佢話耀慧日就係除痴暗啊，能除眾生呢個愚痴嘅黑暗，就係屬於說呢個修慧法，從文而思，由思而修，由修行故，先就可以開智慧日，而破除呢個煩惱嘅黑暗嘅修六和經。咁啊菩薩固然亦有佢單獨遊化諸方去度眾生，咁啊亦有時咧係共聚一處。嗱，咁啊菩薩共聚一處就係要修呢個六和經啊。嗱，乜嘢叫做六和經咧？嗱，和者就係屬於呢個大眾呢方面要和，因為僧團以和合為義啊。咁啊和咧就有兩種，一種就理論呢方面和，就係凡係出家者日後修行正果咧，都同證呢個擇滅無為，在呢個見道位以上嘅聖者。咁啊第二咧就士和，士和啊就係屬於呢個見道以下，即係未曾咧得到見道位以前嗰啲普通嘅凡夫出家者，佢所要修所要學嘅六種法。嗱，邊六種嘅士和咧？第一就係新和經，大家同住，例如上早點、上晚點要用過堂，咁啊共同一齊咧去禮佛、去做佛事。呢個身體咧，大家都係咁和啊，咁啊叫做新和經。嗱，第二就係口和經啦，就係呢個口咧係共同念佛，或者共同咧係讚歎諸佛菩薩嘅功德，大家都係如是去讚歎啦，咁啊叫做口和啦。第三係意和經，意和經即係心和，就個凡出家者都係同一個信心啊，係信仰三寶，信仰佛寶、法寶、僧寶，信仰三寶嘅意思就名為佢哋意和經。第四叫做戒和經啊，就係同受一種250條個比丘戒法，無所謂多少，咁就叫做戒和經。除非你唔出家，凡係男子出家一定要受250條個比丘戒，個個都係受咁多條，無分彼此啊。咁啊叫做戒和經。第五就見和經啦。咁啊日後咧正入聖人個果位，同見呢個真諦空理，咁啊叫做見和經啦。嗱，第六叫做利和經啦，就係個利益同分，就係個大家同住，都係食十方施主嘅飯，享受十方施主個供養，所以一切衣食住行都係從呢個十方施主嗰處布施而得來，咁啊共同咧享受啊，咁啊叫做利和經。在呢個會所啊，引十住毗婆疏論裏邊講，佢話身和就可以同事，語和就可以同默，意和可以同忍，戒和可以同修，見和可以同解，利和就可以同分啦，就名為叫做六和經。就係在外同他時謂之和，共相敬重啊，就謂之敬啦。即係咧，在外邊我哋做事，大家一齊做，咁啊就和啦。
但係於其當中，我哋要互相咧要尊敬啊，唔可以睇小任何一個人，要互相咧係尊敬，咁啊叫做敬啦。咁啊合埋咧就叫做六和敬。現在話修六和敬咧，就說明西方極樂世界嗰啲菩薩啦，如共啲聲聞都係修呢個六和敬法。個常行就法師，法師咧就係以法嚟到布施，就係同眾生講經說法。嗱咁啊，本來有個財施嘅，財施咧你用財物嚟到布施，只能夠利益佢呢個眼前，只係對呢個眼前，即對佢咧有好處，解決佢個生活嘅困難，咁啊佢哋財施啦。嗱，但係法師咧就係用呢個佛法嚟到布施啊。佛法裏邊有一句話，我話一力耳根都永為道種。如果呢一個眾生從來未曾聽過佛法嘅，你同佢講解一句佛法咧，即使係一句，或者教佢念一句觀音菩薩，佢能夠真正係受持種下呢個佛法善根咧，日後都係為呢個解脫嘅資本啊！你只要同佢說法講經，佢只係聽過一次都即使啊，佢都以此一次講經說法嘅善根啊，呢個種子含藏於呢個白色田中，即使經過多生多世，佢總有朝一日，呢個種子起現行，佢哋有機會親近善知識，有機會發心學佛，就有機會得成道果啊！所以菩薩為度眾生故，常常行呢個法施。即使係一個眾生，唔係多數，佢都唔會放棄呢一個眾生，乃至到唔單話今時啊，即使咧日後呢個人咧唔信仰法嘅，你都要為佢咧嚟到講，令到佢咧係相信啦，令佢哋得到佛法嘅善根，呢就係菩薩嘅平等無緣大慈悲嘅表現。所以菩薩要常行法施，常常咧論説呢個佛法嘅道理，令到大眾咧生個歡喜心啦，去聽聞廣種佛法嘅善根。嘅智勇嘅精進，心不退弱，就係佢呢個志向來得係勇猛，冇有半點嘅懶惰，無論佢自利亦或利他，從不退轉，不懦弱，咁就叫做智勇咧係精進，心不退弱。咁為世燈明，世間上呢個燈就有光明啦。早期就點嗰啲菜油，咁啊進一步就點生油，再進一步就點火水，再進一步就點大光燈，再進一步加點電燈啊，最方便就最乾淨啦。咁啊，但係燈嘅作用咧，主要就能夠破除呢個黑暗啊。唔論你幾長時間嘅黑暗，只要嗰盞燈一亮，多時間以來嘅黑暗就俾佢一擦落，撳一掣個燈一着咧就破除啦。就係譬如眾生多生多劫嘅煩惱黑暗啊，只要我哋一念回光返照呢個智慧燈啟發啦，呢個千年萬載呢個無明黑暗咧就可以斷除。咁啊就說明菩薩係為眾生啊呢個燈明，為眾生咧說法，破除眾生呢個煩惱黑暗，咁就叫做為世嘅燈明。個最勝就福田啊！菩薩係能為眾生個福田。嗱，田就係以生長為義，對於應供養者，我哋要供養之，應該要恭敬嘅，我哋恭敬之啊！咁你對於呢個有德有實學嘅人，收呢個恭敬供養，你就會得到好大個福報。猶如呢個農夫播種於呢個田裏邊，就有秋收之利，咁就名為叫做福田。嗱，田咧本來就有三種啊，一種叫做悲田，
就係呢個慈悲嘅心田，對於嗰啲苦惱嘅眾生，對於嗰啲有病嘅眾生，對於嗰啲窮困嘅眾生啊，咁啊我哋咧佢冇藥，布施佢嘅藥；冇食，我哋布施佢嘅食；冇穿冇着冇得用，我哋就布施佢嘅衣着，布施佢日用所需。咁啊純粹一種慈悲心咧嚟到對佢哋，咁啊佢哋悲田亦係種福嘅自己，如同呢個田咧可以生出咧呢個穀米俾我哋享受一樣。嗱，第二就福田，福田就供養三寶。每一個佛弟子真能供養佛法中三寶啊，咁啊都係一件最大嘅求福事啊！如果你唔向呢個三寶之中來到啊，係種下呢個福報，咁啊你生生世世就會招到呢個貧窮之苦。所以我哋要求福，要響呢個三寶田中咧種福啊！第三咧就係因田啊，因咧就凡係於自己有因嘅，例如父母係生養自己，使到自己有呢個肉體咧，係為呢個載道之器可以去修道。嗱，例如嗰啲師長，係嘛，佢教導我哋點樣個學法，點樣去修行，都係於自己咧有因嘅。咁所以我哋應該要恭敬，要供養。咁無論係悲田、福田呢個因田啊，我哋一種咗呢種福落去，日後就會收到呢個福報嘅福德嘅享受，就係猶如啊呢個農夫好似播種子於呢個田之間咧，就日後呢個種子就會開花結果啊，令你得到收穫一樣。咁而就話最勝嘅福田咧，就因為係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故而係具足福德、具足智慧啊，乃至座下嗰啲諸大菩薩都係一生補處啊。所以嗰啲菩薩咧，咁啊亦都係我哋最勝嘅福田。我哋亦都咧係要時時咧係恭敬供養嚟到積福。個常為就師道啊，對於呢個失道者，即係對於呢個未曾聞法嘅，或者唔識得點樣修行嘅，咁我哋常常都為佢講經，為佢說法嚟到化導佢啊，即係為佢個導師開示佢呢個真正嘅修行之道，使佢轉邪歸正，轉迷成悟啊！咁啊佢就常為師道。個等無就真愛，就為拗正道，就無餘恩戚。等無真愛，所謂真愛者咧，就係憎呢個冤家而愛呢個親人，咁就叫做憎呢個愛。嗱，正道咧就佛法嘅正道。現在話等無真愛啊，對於自己憎惡嘅人，或者對於自己咧好愛嘅人，無論是憎是愛啊，我都平等咧嚟到化導佢。所以在呢個《涅槃經》裏邊有一段咁嘅因緣。個佛在世嘅時候啊，咁啊有一個人就用張刀咧，佢追佛嚟到斬，嚟到殺，嚟到害佛啦。但係其中有一個人咧，佢就用呢個種種最靚嘅旃檀香咧嚟到供養佛。咁啊一個就害佛，一個就供養佛。咁啊應該咧就有所謂冤家，就有所謂親人咯喎。但係佛對呢兩個人咧平等化導啊。對於以檀香供養自己嘅人，佛固然係化導佢啦。即使以刀嚟到害佛嘅人啊，佛都同樣咧慈憫佢，同樣以呢個大慈悲心咧嚟到化導佢。咁啊佢就等無嘅真愛，平等化導，無所謂憎恨，無所謂咧係愛染啦。憎嘅愛嘅佛都平等佢化導佢。咁就為拗正道啊，咁啊化導嗰啲眾生啦，咁啊使佢係安住於呢個正正式式嘅佛法之道。個為拗正道就無餘就恩戚啊，
欣就歡喜，戚呢就係憂愁，即係無所謂歡喜，亦無所謂憂愁，不樂於憎愛啦，當然係無所謂欣，無所謂憂啦。就係說明菩薩度眾生呢，係以呢個平等心呢去化度。個拔諸嘅欲刺以安嘅群生啦，欲刺呢，欲就係五欲，所謂財色名食睡。呢個五欲呢，如同一條刺啊！嗱，一條刺啦，我哋如果有一條刺篤到呢，自己就會損手損腳。咁啊，如果嗰啲刺有毒嘅呢，真係毒發啦，會損手會損腳。即使係冇毒嘅，幾條刺篤到呢，呢個地方都有好幾日痛下唔舒服。所以刺就能夠害人啦。就譬如呢個財色名食睡，呢五條欲刺呢，亦都可以傷害我哋呢個眾生慧命啊！我哋眾生因為貪求呢個財色名食睡，所以在呢個生死苦之中呢嚟到流轉。咁啊，所以菩薩啊就用一個鉗啊，呢個鉗呢就係叫做菩提心之鉗。咁啊，菩薩教我哋發菩提心，就可以拔除我哋呢個五欲之刺啊，如同有個鉗就可以將嗰啲刺呢係拔起嚟一樣。個拔諸欲刺啊，就以安群生啊嚟到利益安樂，如果或者安置嗰啲眾生響呢個正道，令佢呢唔好俾呢個欲刺呢轉咗去。令佢拔除呢個欲刺，令佢安於呢個道之中。咁佢哋拔諸欲刺嚟以安群生。個恭維嘅殊勝，就莫不尊敬啊！咁啊，極樂世界嗰啲菩薩修福德，亦修智慧。咁啊，佢就恭維啊，修功德、修智慧，來得殊勝。咁就莫不尊敬啦，人人對佢咧都會生個歡喜心，生個尊重心，生個敬仰心。任何眾生啊，對極樂世界嗰啲菩薩啦，因為佢功德智慧兩種都殊勝具足之故，所以一切眾生啦對佢莫不尊敬啊！人人對菩薩都好尊敬。咁滅三垢障，此一句咧就對自行呢方面成就呢個斷德，就係斷滅呢個貪嗔痴個三煩惱垢嘅障礙。咁啊，佢就滅三垢障。個遊戲嘅神通啊，呢一句咧屬於成就呢個利他之行。咁啊，菩薩自利既然成就啦，能夠不起直滅，現諸威儀，現種種嘅神通啊，在在處處化度呢個有緣者，在在處處利益眾生啊。咁就佢哋遊戲神通嘅因力係緣力、意力、願力、方便之力、常力、善力、定力、慧力、多聞之力、施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之力、正念止觀、諸通明力、如法調伏、諸眾生力，如是等力一切具足。咁啊，此一段經文就說明淨土嘅菩薩能夠具足呢如文中所說嘅種種力。嗱，力嘅意思呢就係以幹用為體啊，就係以吹破就為用，就說明西方淨土諸菩薩眾呢具足如上嘅種種力，所以就能夠自利，以共咧係利他。嗱，咁啊，第一個咧就係因力。嗱，因就係指我哋呢個宿世嘅善根啊，亦即是指我哋宿生所發呢個菩提心。咁啊，善根以共菩提心啊，都係為成佛道之本因。若無善根，若不發菩提心啊，咁我哋又點可以有呢個成佛之因呢？所以菩提心
能夠貫徹十方三世，能夠令呢個魔障生大驚怖，所以名為叫做力。咁啊，佢哋因力。嗱，緣力咧，緣就係助緣，就係屬於我哋所親近咧嘅善知識。我哋雖然係發咗呢個菩提心啦，我哋仲要修呢個菩提行。我哋欲想修菩提行而不退心嘅話咧，我哋一定要廣親近嗰啲善知識，以善知識咧為我哋呢個助緣，助成我哋去辦道，使我哋能夠轉凡成聖，轉迷成悟啊，轉生死而成涅槃。咁就名為叫做緣力啦，就係個善知識之緣。我哋得以親近，發生一種力用，令我哋能夠破煩惱成涅槃啫。咁啊叫做緣力啦。嗱，咩佢哋意力啊？意力就係說明淨土嘅菩薩能夠如理作觀，發起呢種種嘅神通力。例如一條毛咁細啊，能夠容納呢個大海；一粒種子啊，嗰啲芥菜嘅種子呢，可以容納呢個須彌山王。咁就名為叫做力啦，就係呢種心力。嗱，願力呢，就係佢呢個心願啊。極樂世界嘅菩薩嘅心願係求啲乜呢？主要就係求呢個無上菩提啊，即係上係發呢個四弘誓願，其中包括求佛道，以共呢係度眾生。以呢個四弘誓願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啦，咁啊成就自利利他嘅心願，日後就得以成法。咁啊佢哋願力，咁啊方便之力就係依止呢個理體而起呢個種種嘅權口方便啦，去度眾生。如同觀音菩薩應以何身得道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啊。咁啊屬於呢個方便之力啦。嗱，常力咧，常就以不斷為義啊。菩薩依法修行發生，即使啊經過塵劫咁長嘅時間去自利利他咧，仍然係不屈不退嘅力量啊。咁啊叫做常力。嗱，善力就係修行呢個十善六道等法，能夠發出啊所謂攝伏乃至到斷煩惱、斷呢個冤家敵人嘅力量，咁啊叫做善力。定力呢就係修呢個止嘅定得以成就啊，就能夠發出所謂不起寂滅而現諸威儀，作呢個無量佛事之力，咁啊叫做定力。嗱，慧力咧就係修觀啦，咁啊定力就係修止，慧力就係修觀啊，咁啊修觀法成就，慧光普照，能夠發出所謂破迷暗之力，咁啊叫做慧力。多聞之力，我哋學佛嘅人最緊要有呢個多聞性啊。咁啊，如果你唔聞經，你唔學法啦，你就唔懂呢個佛理。既然唔懂呢個佛理啦，你又點樣啊可以去修行？既然唔修行，你又點樣可以了生死得解脫呢？能夠了生死得解脫，就在於修行。我哋識得佢修行，就在於聽經聞法啦。所以呢個多聞之力呢，亦都好重要。我哋由多聞過，能夠正信佛法啦，就會發出所謂刮裂呢個懷疑呢個疑妄嘅力量。咁啊叫做多聞之力嘅施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之力，全屬於呢個六道。嗱，施就係布施，或者以財施，或者以法施，又或者以無畏布施。咁啊布施啦，
就可以度咗呢個慳貪心。嗱，戒咧就係有防非止惡嘅功能，戒除我哋嗰啲不良嘅習慣，戒除我哋啲唔好嘅習氣，使我哋納入呢個正軌，做一個咧正人君子，做一個標準啊有威儀嘅修行人。所以戒咧就能夠破除呢個犯戒之事。第三咧就係忍辱啦。忍辱咧就係教我哋在在處處唔好嗔恨，唔好發脾氣，唔好處處都係發火。我哋要忍耐，因為小不忍則亂大謀。修行人亦復如是。例如天氣，我哋要忍；或者呢個度量唔夠，我哋要忍；或者有身體嘅毛病，我哋亦都要忍；或者有人家對自己無理咧係毀謗加害，我哋亦都要忍啊！所謂忍辱就係對治呢個嗔恨嘅煩惱，唯有忍者先至係一個大人物啊！唯有忍者先至可以成全我哋嘅道心，所以修呢個忍辱之力咧，嗱，精進之力，精進咧就係度呢個懈怠啊！我哋無論布施固然要精進，我哋持戒要精進，我哋修呢個忍辱行都要精進啊！絕對唔可以有半點嘅懈怠心。乃至下面修禪定要精進，修智慧亦都要精進啊！所以精進就係對治呢個懈怠。嗱，禪定咧就係對治散亂啦。我哋嘅心咧因為唔定啊，每一個眾生嘅心咧，一日除咗瞓覺呢個短時間之外咧，我哋嘅心啊都係散亂嘅，都係想東想西，咁日到晚都胡思亂想嘅。嗱，咁我哋咧唯一對付佢嘅辦法就係要收集呢個禪定啊！我哋要坐禪，將個心都定下來，唔好咁多胡思亂想，唔好成日為境所轉，應該要自己作啲主張，咁就明白佢哋禪定可以度呢個散亂。嗱，智慧之力咧，智慧就係我哋自心發出來呢個智慧。我哋平時唔依佛法去修行，冇呢個法水滋潤個心田，咁我哋呢個心都係無明煩惱。若是我哋如果修智慧啊，用呢個智慧個法水滋潤我哋呢個心田，破除消滅嗰啲煩惱嘅黑暗啦，咁我哋嗰啲智慧心光從此就啟發，有咗呢個智慧心光啦，就可以破盡呢個黑暗嘅煩惱，而截斷呢個生死嘅河流。咁嗰啲智慧之力，合埋咧就係施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咧，名為叫做六度啊，就係對治所謂慳貪、犯戒、嗔恨、懈怠、散亂，以共如此黑暗，用呢個六度法嚟破除呢個六種黑暗嘅煩惱。正念力，嗱，正念咧就唔係呢個邪念喎。嗱，我哋一個學道嘅人，真係呢兩個字好重要，唔好有呢個邪念，我哋要有呢個正念。今時今日整個佛教咧，好多都係邪魔當道啊！我哋一個研究教理嘅人，所謂一個聽經學佛嘅人咧，最緊要有呢個正念分明，唔好有呢個邪念啊！你要自己咧研究呢個教理，我哋一言一動、一舉止一投足都要聖教量，即係以呢個經咧嚟到做個證明。我哋應該點樣行，點樣去修，點樣去做，我哋唔係亂嚟噶。你即使修行，你都要修條正路，你用功都要跑條正路啊！咁我哋點樣去做正呢？
咁啊以聖較量，就以呢個經典咧做一個較量，做一個證明。經典教我哋點樣做，我哋先至可以咁樣做。如果經典啦冇講啊，冇教我哋咁樣做咧，我哋就唔好咁樣做啦。咁啊名為佢嘅正念啊，唔會有呢個邪念，念念都向於呢個真正嘅佛法。有正念故，我哋就會發生一種咧所謂信心嘅力量，遠離呢個邪念啦。個止觀力，止就係定，觀就係慧啊。止觀力咧就即係定慧力，由修止觀就係會發生咧所謂威伏邪魔之力。咁啊叫做止觀力。個諸通嘅明力啊，諸通就係六種神通，叫做諸通。諸明咧就屬於三明。嗱，既然止觀現前能得到三明六通啊，咁就能夠發出知得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自在無礙嘅力量啦。我哋現在唔可以知得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好多嘅事，就因為我哋未得六種神通，亦未得三明。所以西方淨土嘅菩薩，既然有呢個六通，亦有三明啊，止觀得意現前，所以能夠就發生知得過去、知得現在、知得未來三世流轉自在無礙之力，咁啊叫做諸通明力。嘅如法調伏眾生力，嗱，菩薩既然得到呢個三明六通自在無礙啦，所以能夠發生啦，對呢個柔和嘅眾生，就係用呢個佛法嚟到調伏之。嗱，咁啊對於呢個剛強者咧，就用呢個威勢嚟到調伏佢啦。咁啊叫做如法調伏諸眾生力。佢如是等力一切具足，咁就一總結西方淨土嘅菩薩具足如上呢個14種力，所以佢能夠自利，亦能夠利他。嘅身色嘅相好，功德辯才，具足莊嚴嘅無與等者，恭敬供養無量諸佛，常為諸佛所共稱歎。究竟菩薩諸波羅蜜，修空無相無願三昧，不生不滅諸三昧門，遠離聲聞就緣覺之地。咁啊，此一段經文呢，就通奏諸德，總嘆就顯性，就係通啊，就來一個通結，上來啊，說明極樂世界嘅菩薩具足如上嘅種種嘅功德。咁啊，一種呢係讚嘆極樂世界嘅菩薩啊，呢個功德來得殊勝，個身色相好，就係極樂世界嘅菩薩，佢個身色都具足如佛嘅種種嘅相好。嗱，此一句就結上文所謂具足諸相啊。嘅功德辯才，有功德，有智慧，有辯才無礙啊！咁啊，佢嘅功德辯才，此一句就結上所謂說一切智及智辯無礙兩句經文。恭敬供養無量壽佛，常為諸佛所共稱歎，就係結上啦，供養諸佛以及供具如意之德。個恭敬供養，嗱，咁啊供養咧，我哋可以分開，或者用個口去讚歎佛嘅功德，屬於呢個口供養啦；或者我哋用呢個飲食、衣服、床座、醫藥嚟到去供養，咁啊亦都係屬於供養，不過就係財嚟到供養。嗱，如果我哋依佛所說嘅教導去修行，就屬於佢嘅法供養啊！嗱，供養之中仲要恭敬啊！我哋要明白供養同埋施捨咧，
就有啲唔同嘅理由。嗱，施捨就我一個有錢嘅人，我就對一個對方嘅可憐嘅人，我幫下佢或者俾少少佢，咁啊一種咧可憐佢嘅，咁就認為佢哋施捨啦。但係供養咧一定要尊敬啊！你施捨俾佢，未必一定帶有恭敬，只不過對佢可憐同情。但係供養咧就屬於恭敬啊，就係對方有擔有學有實德能啊，所以我對佢供養咧就應該仲要附帶呢個恭敬啊，唔可以有呢個散漫心。嗱，咁啊恭敬供養邊一個咧？就係恭敬供養無量嘅諸佛啊，就常為諸佛所共讚歎啦。咁佢既然供養無量咁多個諸佛，當然就常常咧係為諸佛座下個菩薩，就常為諸佛之所共同咧係稱讚佢個功德咯。個究竟菩薩係諸波羅蜜啊！就因為菩薩具足上來咁多嘅德行，所以現在咧就來個總結，究竟啊嗰啲菩薩咧係具足種種嘅功德，都係到彼岸嘅波羅蜜。佢話究竟菩薩諸波羅蜜，修空無相無願三昧，此兩句經文咧就係正是修呢個三昧門。三昧咧，即係三種嘅禪定啊。第一就修空三昧門，因為諸法無實體性，諸法不過係眾緣和合，種種因素聚合而成。咁啊，既然一切法都係由種種因素聚會而成啦，咁當然無實體啊，當然本體係空啦。我哋就唔使等到嗰啲法壞咗，我哋先至知道個空。就算一切法現成響度嗰陣時，我哋都要知道佢係空啊。因為每一件事物之成係由呢個物質以共呢個時間呢個空間咧所聚合而成。咁啊，當佢成咗之後啦，我哋啊就要了解到佢總有日咧會壞滅，總有日咧就會散開啊。咁啊，所以我哋咧就修呢個空三昧門，就修呢個空觀，唔使話等到日後佢真係壞咗啦、滅咗啦，先至知道個空。其實我哋眼前啊，每一切嘅事物都係剎那、分分秒秒啊，咁嚟到變動啊，所以結果都係成空啊。咁啊，修呢個空三昧門啦。嗱，如果我哋唔空，就有相啊，有相有所執着咯，有所執着就有所爭執，有所打鬥啊。現在我哋既然觀諸法係空，空過當然就係無實體相啊。如果有相就不明空，現在因為觀諸法空過，所以諸法都無實體相，咁就叫做無相。無願三昧。嗱，如果你唔修空觀，就係有相。有相咧，我哋有所願求啊。嗱，我哋家世間法咧，每一件事物都有其相啊，未空啊嘛。你話我哋係咪好多願求啊？我哋又想乜又想乜，就好多願求。現在我哋觀諸法空，亦都無相啦。我哋仲邊處有所願求咧？了解一切法本體都係清淨，本體都係無能得，亦無所得，本體係寂滅，絕代無相可得啊！當然我哋亦都無所願求，咁無所願求就唔會作業，咁就唔會流轉於呢個生死啦。咁啊合埋佢哋修呢個空無相無願，佢哋三種嘅三昧門，三種嘅禪定門。嗱，呢三種禪定門咧，其實一般人都要學啊，尤其是呢個學佛者，真係我哋要修呢個空觀，唔好咧俾咁多嗰啲外境咧轉咗自己嗰啲心去，要自己有啲把握，
要自己都作得主，要放得下，要睇得開，要看得破，唔好咧俾嗰啲外境啊轉咗自己嗰個道念去咗啊！咁啊呢個人如果真係咁樣把握嘅咧，咁啊修呢個空無相無念三昧咧，就有多少嘅相應啦？嗱，咁啊其實呢啲功夫咧唔係話好難嘅啫，就問題你放唔放得下，你睇唔睇得開，你能夠放得下睇得開咧，咁呢個空觀就可以成，可以達到無相無念嘅三昧。如果你凡事都唔肯蝕底，甚至話一粒米咁少嘅事物，你都驚死吃虧蝕底嘅，咁呢個空觀你就好難修得成啦，唔容易得到無相無念嘅境界。所以我哋咧修呢個空觀，實際上冇乜嘢難，你總之睇得開啲，放得下啲，隨和啲，唔好咁執着，唔好咁認真咧，你個空觀就得以成就，跟住就無相就無願，亦都得以成就啦。個不生就不滅，生與個滅係對呢個不生不滅而講嘅。咁啊，不生不滅咧，即是係常住個義名，乃係對於呢個生生滅滅而說嘅。如果論呢個小乘法，就係單獨就呢個涅槃之理而觀呢個不生不滅；如果大乘法咧，就係於呢個有為生滅嘅事相之上啊，而論呢個不生不滅嘅道理，就係話一切嘅生生滅滅嘅事理之中咧，就有呢個不生不滅嘅本體存在。我哋就在呢個生生滅滅嘅諸法當中咧，就要領悟我哋呢個不生不滅嘅本體。嗱，好似我哋嘅人，總會有生死啊，總有壞滅之一日。我哋現在咧修行啊，日修夜修，就係希望咧，在呢個生生滅滅嘅肉體之中，就能夠認取我哋呢個本體嘅不生不滅之性。咁啊，點樣認取咧？就有睇各人自己嘅修養嘅功夫而定啦。咁呢種功夫咧，就係要修呢個空無相無願三昧，得入呢個不生不滅理。所以呢個中論裏邊講啊，佢話不生就亦不滅，不常就亦不斷，不一都亦不二，不來都亦不去啊。咁啊，用呢八個不字咧，來到否定一切嘅生生滅滅、來來去去之法，說明一切嘅來去生滅之法嘅本體就係無來去，就係不生不滅。佢話能說是因緣嘅善滅諸氣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就為最第一。咁所以我哋修空無相無念三昧咧，就可以得入呢個不生不滅之理。個諸三昧門就係菩薩所修嘅三昧門，就係為入於佛道啊無量三昧嘅門喎，名為叫做門。不遠離聲聞緣覺之地，咁菩薩既然能修諸波羅蜜，修呢個不生不滅大乘大般涅槃諸三昧門，究竟一線至於彼岸，所以能夠遠離呢個小乘嘅聲聞緣覺嘅位置之地啦。為遠離聲聞係緣覺之地。個阿難比諸菩薩個成就如是無量功德，我但為以略說之矣。若講說者8,000萬劫都不能窮盡啦。此幾句經文就係總以結嘆。佢話阿難個比諸菩薩就係極樂國土嘅菩薩，個成就如是無量功德嘅成就，如上所講種種嘅功德，具足種種嘅力。佢話我但都為以略說之矣啊！我現在咧所講嘅上邊極樂國土具足如是種種功德，智慧慈悲神通，
佢話我不過亦都係略略地都為你講咋。佢話若廣說這一個，假如我廣說呢，即使百千萬劫都不能窮盡啊！咁啊，可見極樂世界嘅菩薩具重功德啦。嗱，在呢個會疏裏邊講，佢話阿難，彼諸菩薩成就如是無量功德，呢三句經文呢，就係結西方淨土菩薩之德。咁我但為以略說之意，以下幾句經文呢，一就係結菩薩嘅德無量不可具說，二呢就係總結上來所說西方淨土嘅依正義報莊嚴重重無盡啦，係不可說也。咁啊上呢就係總名西方淨土個菩薩所有嘅行義，悉皆如同上文呢所講，咁啊具足如是嘅功德，如是嘅願力，如是嘅智慧，如是嘅神通，都不離諸佛呢普度眾生，為欲莊嚴一切佛土故，為欲成就普賢大願故，是諸菩薩啊，盡是係十地位中嘅一生寶處。咁我哋呢五族嘅眾生名都尚且不容易聞啊，何況得遇啊？嗱，現在就係以呢個念佛嘅因緣，好簡單，就係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而生到極樂世界啦，就可以遍參種種嘅善知識，係同見啊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唔使力爭其，可以頓登不退。咁樣方便一句南無阿彌陀嘅淨土法門，甚為稀有難得。我哋又點可以發心去受持呢？嗱，咁啊始終有個問題，十方諸佛各有四種淨土，所謂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呢個常寂光淨土。現在念佛嘅人往生極樂世界，我哋應該係居於四種土之中，屬於何一土呢？嗱，咁如果根據某益大師所教嘅，如果我哋執持名號，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未曾斷呢個見思煩惱以前，唔論佢係散心念佛或是定心念佛啦，咁啊都係於呢個同居土分喺三輩九品咧而往生淨土。嗱，若果話念佛念到事一心不亂，見思煩惱淫運先斷，就係生呢個西方嘅方便有餘淨土。嗱，若果念佛念至理一心不亂，所謂頓破一品嘅無明，係正一份嘅發生，乃至斷49品無明，斷49品無明之後，而正49品嘅發生，就係生呢個實報莊嚴淨土。若果係無明斷盡啦，就生呢個上上實報土，或者生呢個究竟常寂光淨土。我哋根據咁樣講法啦。若果約呢個現果而論，既生彼國，即係同居淨土啦。我哋亦都具足以上呢個方便土、實報土同埋呢個常寂光淨土，因為無量壽佛啦，呢個殊勝心願之所攝持之故，無量壽佛啊，呢個殊勝願力令呢個國土嚴淨之故，所以超出十方同居土啊，係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優波離沙陀分都亦不合一，說明淨土嘅殊勝。主要就係令我哋咧聞到往生淨土嘅殊勝啦，我哋因此咧發心念佛，遠離呢個娑婆穢土，而生呢個極樂淨土啦。佛告彌勒，諸天人等無量壽國聲聞菩薩，
功德智慧不可稱數，佢佑其國土，微妙安樂，清淨若此。個何不力為善，念道之自然，住於無上下，洞達無邊際，而覺勤精進，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絕去，往生安樂國。橫至就五惡趣，惡道自然弊，升道都無窮極，而往地而無人。其國就不亦為自然之所牽，何不棄世事，勤行求道德，可得極長生，受樂都無有忌。咁啊，此一段經文呢，就係從上文廣舉無量壽國聖妙之事，令人願求嘅第二段，就叫做勸人係往生。就話無量壽國即係西方極樂世界，既然有如上所敘述咁多嘅殊勝快樂之事，我哋應該呢要生起呢個信心，要發願，要持名念佛呢，而求生淨土啦。個佛告彌勒，咁啊佛呢同彌勒菩薩講，佢話諸天人等啊，亦都同呢咁啊諸天人在會嘅大眾，今無量壽國，即係極樂世界，聲聞菩薩功德智慧都不可稱說啊！佢佑其國土，微妙安樂，清淨若此。佢嘅清淨呢，如上來所講。咁啊，在呢個會所裏邊講啊，莊嚴超絕，咁啊叫做微妙，無有苦惱，就名為佢嘅安樂，無漏實相，就名為佢嘅清淨啦。就係屬於呢讚歎啊呢個極樂國土，而令我哋呢發心呢向淨土而去，修呢個淨土法門。不過何不就力為善啊？嗱，咁啊淨土既然咁好啦，所以佛就同我哋講啊，何不咁啊努力去行呢個善，而念佛求生淨土呢？此就正式勸我哋念佛往生。因為淨土有好多個好處，淨土呢係無有眾苦，但受諸樂，就故名極樂。咁啊，我哋又何不啊？咁啊，努力呢去向善嚟到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發願往生啦。咁念道就之自然啦。嗱，念佛者屬於呢個善道，咁啊叫做念道。既然我哋念佛嘅人屬於呢個善道啦，咁啊由念佛之故，咁啊自然咧係感到係往生淨土，故話念道之自然。嗱，我哋剛才第一句個何不力為善，善呢就有兩種嘅。第一種咧個清明念佛，就係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係為眾善之本。嗱，第二咧，我哋修呢個萬行六道諸善，回向往生淨土。咁啊，現在我哋所講嘅咧，兩種都通。嗱，由呢個念道之自然，呢個念咧屬於能念之心，道咧就係所念之法啊。嗱，道亦都有兩種啦。第一就係阿彌陀佛個本願力，名為叫做他力大道啊。咁啊，再加自力修行，便能一超直入，咁就名為嗰啲自然。嗱，第二咧就呢個三乘聖人所證嘅道，所謂無為自然，係不假造作，咁就名為叫做自然。咁啊，兩種道理中就以第一種咧為主要，就係阿彌陀佛嘅願力，願念度眾生。咁啊，再加上我哋念佛自力之念啊，我哋就可以像佛嘅慈光，一直送我哋去往生淨土啦。咁啊，佢哋念道之自然，個住於就無上下。因為念佛既然係善道，所謂信願持名之德嚟得顯著，所以不分上下，
唔分彼此，你但能念佛啊，冇一不往生。即是話唔論任何一種嘅階層嘅人等，或者上層，或者你下層啊，你只要能夠念佛嘅，咁啊都可以往生淨土啊！每一個念佛嘅人，當佢最初發心念佛，極樂世界呢個蓮池裏邊啊，就有一朵咧蓮花咧生出來，裏邊就有呢個念佛人嘅名字。咁如果呢個念佛嘅人不停咁樣去念佛啦，咁啊嗰朵蓮花就日日咁啊壯大啦。日後呢個人咧往生淨土嘅時候，就喺呢一朵有佢名字嘅蓮花裏邊化生。咁啊，如果呢個人念下念咗一半，佢就唔念咯，咁啊，似得好似冇咗肥冇咗水一樣，呢朵蓮花就會枯謝啊。咁啊，所以我哋咧，不論呢個階級上下人等，除非唔念佛啊，念佛嘢一定係可以往生，冇一唔往生啦。所謂萬修都萬人去啊，若得見彌陀，你何愁不開悟呢？咁佢就住於無上啊，不動達就無邊際啊！就話念佛嘅人，如果得到生極樂世界嘅時候，你就自然有神通，能夠動達一切，就無有邊際啦。各位兒歌勤精進，就努力自求之啊！咁啊，禮儀個講呢，要勤力，要精進，咁樣去念佛。要努力咧，自己去求生淨土，即係自己咧精勤嘅念佛，自己努力咧去求生極樂世界。說明凡係信持名念佛嘅人，不分男女貴賤賢愚，都可以往生淨土啊！咁啊，佢哋宜各勤精進，努力自求之，就必得就超絕去。往生安樂國，凡係念佛嘅決定往生，咁啊佢就必得超絕去啊！就係必定得到係超於呢個娑婆國土，而絕於呢個娑婆國土，去到啊呢個西方極樂世界，所謂橫超三界啊！咁啊，頓生西方，往生呢個安樂國。佢橫至就諸五趣，嗱橫絕橫絕五惡道。嗱五惡道邊五種咧？就係人、天、地獄、餓鬼、畜生。咁啊，有啲人講六道，就喺呢個天趣裏邊啦，開咗呢個阿修羅道成六道。或名叫做六趣，咁啊通常人講咧，人天、地獄、人天、阿修羅，名為佢哋善道；如果地獄、餓鬼、畜生咧，就名為叫做惡道啦。嗱，咁啊，如果望於呢個極樂世界淨土而講咧，即使係人天、阿修羅。呢個三善道咧，亦都咧名為叫做係惡道，因為人天咧係為善惡雜業之所趣，佢唔係純善啊，亦都有好多惡業，所以亦都係說佢為咧叫做惡道。嗱，在呢個正影疏裏邊講，佢話三途及人天是其五趣，如果分別嚟講咧。下個三惡道就名為叫做惡趣，人天二道咧就名為叫做善趣。現在如果對呢個彌陀淨土呢一方面嚟講嘅咧，就娑婆世界嘅五道啊，通名為叫做惡趣。地獄、餓鬼、畜生係屬於呢個純惡之所向，固然就名為叫做惡趣啦。即使娑婆世界嘅人天。因為佢間雜有呢個惡業之故，佢所向咧亦係呢個惡道，所以亦名為叫做惡趣。嗱，如果依此方嘅修行，收集斷除先斷變惑，就離開呢個三途
之恩，滅咗呢個三途之果。後來晉上啊，斷咗呢個修所斷嘅絲滑，先至嚟呢個人天之恩，係絕呢個人天之果。咁啊，若是係漸除不明咁嘅環節啊，我哋一念佛就在娑婆世界便得往生淨土啊！所謂娑婆五道一時頓者，名為佢嘅環節諸五趣。咁就好似一條蟲，咁啊佢喺個竹裏邊啊，呢個竹裏邊咧有幾個裂，咁啊如果呢條蟲咧佢係笨噶啦，佢就拉上去咬破一個裂，咁啊又再上一層咬破第二個裂，咁就變成咧呢條蟲就笨啊！嗱，咁啊如果呢條蟲係精啲嘅咧，佢就喺橫邊啊。嗰個竹身橫掂都係咬噶啦，佢就咬呢個橫邊呢個竹身咧，咁啊一咬穿咗呢個竹身啊，外邊就係大地世界啦，佢就唔使一節一節咁樣咬破嚟到咧，先至出到嚟，咁就名為佢就環節五惡趣。個惡道就自然廢啊！嗱，五惡趣既然就環節啦，當然呢個惡道就自然就係廢啦，唔需要作意，你只要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得生西方淨土蓮花化身，咁啊即身就可以環節諸五趣啦。所以呢個五趣個惡道，呢個門咧就自然就會關閉，你自然就會響西方極樂世界啊呢個蓮池海湖嚟到化生，與諸上善人就共聚一處啦。話惡道自然廢，個升道就無窮極啦。有關所謂進道呢方面咧，係無窮極咁高、咁遠、咁大，因為一到極樂世界所得個位置咧，都係一生保持位啊，或者登到呢個位不退，佢高升之快啊，比呢個火箭都還要快啊！咁啊，佢哋升到咧就係無窮極咁快。咁啊，以往就如無人啦。呢一句話咧，就係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係一句傷心嘅説話。既然極樂世界咁容易往，只要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往生淨土，即生橫超三界，更可以帶業往生啊！乜咁容易嘅事，可惜世人係唔肯接受，世人如痴唔肯收呢個淨土法門，咁啊佢哋容易往，可惜咧係冇人，我話易往定易冇人。我其過就不為逆啊！其實極樂世界咧，從來咧唔會係為逆我哋呢個娑婆世界嘅眾生，即係等於話咧唔收留、唔接人，絕對冇咁嘅事。等於話，只要你念法無量壽佛啊，係好歡迎、好歡迎啊！嗰啲念佛者啦，去往生極樂世界，咁啊佢就其過不為逆啦。其過之極樂世界清淨國土，不為逆係唔會咧係違背，係逆我哋呢個念佛眾生嘅心意，唔會拒絕，唔收留我哋呢個娑婆世界嘅眾生。相反咧係好歡迎我哋啲苦惱嘅眾生咧，係信佛念佛，係求生淨土。咁佢就其過不為逆，嗰個自然之所牽啊！因為既然前句為自往而無人，咁就說明我哋娑婆世界嘅眾生啊，嗰啲業障咧係特別深重，為呢個深重呢個業障之所牽引，咁就自自然然就唔肯咧去求生淨土，自然就唔肯念佛咧係求生極樂國啦。我話自然之所牽，個何不起世事，勤行求道德啊！此兩句經文
就係勸我哋修呢個淨土之因，而感呢個淨土往生之果。佢話何不棄世事？何以啊？你唔放棄啊？呢個世間呢個塵勞嘅煩惱惱是非之事啊，佢勤行求道德啦，勤行者即係勤於呢個修行念佛淨土嘅法門，以共得廣修呢個六度萬行啦。嗰個勤行啦，求呢個道德咧，念佛之法就名為叫做道啊。因念佛而往生，令其不失往生淨土嘅，就名為叫做德。咁啊，即係話咧，既然淨土法門咁好啦，我哋何不啊唔早啲放棄呢個世間嘅事情，咁啊勤力修行，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咧，而往生淨土極樂世界咧。嗱，我哋唐朝呢個白居易，佢係一個大嘅詩詞專家，亦係一個大文學家。佢到70歲啊，佢都覺得年紀老邁啦，佢都唔動手寫文章啦，佢就好好地咧棲心極樂，就好好地咧念南無阿彌陀佛啦。佢話行年已70，就不復是吟我啊，即係吟詩作對啦。佢唔再做呢個吟詩作對之事啦。咁啊，看經就費目力喎。佢如果叫我睇經咧，咁啊要費呢個眼力啦。咁啊，作福就為奔波啊。如果我哋到處去結緣啊，或者種福咧，或者做其他佛事啊，咁啊都要奔波啊。佢我亦都怕啦。佢話看經就費目力，作福就為奔波。咁我何以度生眼啊？咁啊點樣可以度我哋眾生呢個愚痴嘅眼目轉成為呢個智慧眼目咧？佢話一句就阿彌陀，佢話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啊！佢話縱使亡此間咧，都係不離一句阿彌陀。嗱，咁佢行年70歲，佢都尚且發心咧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亦都了卻啊！呢個世事了卻呢個生死嘅塵勞，亦都勤行呢個念佛法門之事啊！咁啊，佢即生咧係往生淨土，咁啊一生淨土啦，咁啊壽命都同阿彌陀佛一樣啊，譯名叫做無量壽，都話可得就極長生。咁啊，阿彌陀佛中國話叫做無量壽啊。我哋眾生生彼佛國，壽命亦都同阿彌陀佛一樣，所謂長遠，譯名叫做無量壽啊。咁啊，佢就可獲極長生啦，壽樂都無有極啊。壽命以共享受個樂咧，都係無窮無盡嘅。梗係以世人薄俗，佢就共爭不急之事啊。嗱，呢一個文咧，一路至到當獨遠去，有所趣向，善惡之道莫能知。這一大段經文咧，都係顯呢個娑婆世界穢污充滿，令人咧係厭棄捨離，而發心咧往生淨土。其中就分為4段嘅。第一段就舉三毒煩惱之過，第二段就勸人修捨，第三段就舉呢個五惡五痛五燒業苦之過，第四段咧仍然咧勸人家咧修行捨離極樂。嗱，就初一段所謂舉三毒煩惱之過中咧，此一大段經文啊，就係先明呢個貪過。下文嘅世間人民父子兄弟夫婦家室中外親屬當相敬愛下，就係明其咧親過。再下呢個如是世人不信作善得善，為道得道，不信人死更生下咧，就明其痴過。嗱，有關咧先明貪過之文裏邊咧分為3段，初一段就係通咒世人以明貪過，
第二就係從尊貴號，亦有施患下咧就偏走呢個富貴人家，以明佢呢個貪心之過。第三咧，從貧窮以下劣困乏常無下，就係偏走呢個貧賤人咧，明其親過。現在我哋所念呢兩句經文，嗰個言世人薄俗，共爭不急之時，呢兩句經文咧就係第一，通奏世人啊，以明呢個他過。那個言世人薄俗，嗱薄咧就係卑薄，俗咧就係風俗，所以呢個薄字咧就唔係話照文中所謂薄俗咧，對於呢個俗事好薄。如果佢對呢個俗事睇得淡睇得薄咧，就一個好事啦。所以將呢個言世人薄俗咧，可以話即係隨俗啦。世上嘅人都係隨於呢個俗人個風俗，所謂爭名奪利。對於有所謂了生脱死，為自己將來揾個安身立命處呢一種事情咧，佢就完全咧都唔做啊！各位言世人就薄俗，咁啊共爭呢個不急之事。嗱，不急之事就係屬於咧所謂爭名爭利，呢啲根本唔係一件好急嘅事，我哋唔使去爭。我哋應該要發心啦，去追求呢個西方淨土啊，要發願啦，求生呢個人先至係聰明人。嗱，譬如乜咧？譬如有一個人，佢出外咁啊，入到呢個大城裏邊去辦事。嗱，我哋或者可以講咧，我哋從呢個鄉下或者從呢個郊外啊，入到呢個大城市裏邊去做事。咁我哋當然首先嘅咧，就係要揾一個旅社，做一個咧歇息嘅地方，然後安頓好啦，先就可以出外去辦事。咁啊辦完事啦，夜晚咁啊翻嚟，咁啊有個安息之地啦。咁啊呢個揾一個安息之地，就譬如我哋修呢個淨土。嗱，入夜黑暗就個譬如我哋死之降臨。嗱，有住宿之地，就譬如呢個念佛嘅人往生淨土，在呢個蓮花裏邊咧化生，親近阿彌陀佛。嗱，咁呢個入城辦事嘅人，先揾好一個住嘅地方，然後先至去辦事。辦完事啦，咁啊夜晚咪可以翻去自己個裏邊嗰度住咯，就唔使流蕩啦。咁就譬如我哋在呢個生死之間，我哋好端念法，咁啊喺極樂世界榜上有名，蓮花裏邊亦都有我哋嘅名。咁啊等到我哋大限一到，死期一至啊，咁啊捨此呢個娑婆世界，就去棲息依止呢個極樂世界個蓮花之中啦。咁啊呢個人如果係咁樣諗法咧，呢個就係聰明嘅人。可惜所謂世人薄俗共爭呢個不爭之事，唔係好急嘅事幹，佢當為咧好急，走去爭去奪。對於呢個所謂應該急嘅事，要辦嘅事，佢反為咧唔去辦，唔去急咁就叫做義。世人就薄俗就共爭不急之時。咁於此劇惡極苦之中，勤身嘅刑務係以自給制，就係人海茫茫之中，彼此所謂爭名奪利，好似嗰啲大火種埋一堆一樣咁叫做劇惡極苦。營就係經營，專事經營就名為叫做務咁世人中就奔波經營，於呢個人海中爭名奪利，以是勤勞其身咁就名為叫做勤身。
給呢就係自給，濟呢亦都係自濟啊！說明無論士農工商，任何一種職業都係勤身營務，為求自給自濟，而不念佛呢求生淨土，辦呢個了生脫死嘅大事。所以佛話眾生係一個痛苦嘅人生啊！佢話於此劇惡極苦呢個世界之中，佢唔好好地啦求生淨土念佛，佢因為勤身營務，以自濟給，亦都爭名奪利。嗱咁啊，所以佛呢亦都了解到呢個眾生啦嗰種嘅心理，所以咧說出一種所謂十年往生淨土嘅法門。因為人生存呢個世界，當然佢亦都要啦去營謀先就可以生存。如果唔營謀，佢又點可以生存呢？但係營謀以求生存係唔錯，錯就錯在咧佢一味咧係營謀，佢唔肯咧發心念佛咧去修行。所以佛咧為着呢一類眾生，終日咧都係營謀，終日都係向外爭名奪利啊！所以創一種叫做十年念佛。你一日之中，無論任何時候，你認為咧呢個時間咧你可以做噶啦，咁你就十年念佛啊，或者念10句，你日日都念10句，一生人都係咁樣念，就或者念10口氣，一口氣無論你長氣短氣無所謂啦。你係長氣就念多2句，你係短氣就念少2句，念10口氣，一口氣能念幾多句，你唔需要計較。你能夠每日念10口氣嘅佛號，或者每日都只係念10句佛號，咁啊名正言順10年念佛。只要你持之有恒，唔好得忘記，唔好得缺席，你日日係咁樣念啊！佛話你臨終時亦可以蒙佛接引啊，係往生淨土。因為學佛嘅人，佢所貴嘅就係貴在呢個恒心啊！如果你冇恒心，咪念多2次你就唔念啦，咁就唔好啦。好似只要有恒心，唔需要貪多，即使10年念佛啊，亦都同樣啊可以係往生淨土噶。可惜世人即使10年，唔好話10口氣啊，即使念10句咧，佢都唔做啊，佢直情佢都唔信啊。咁啊，終日響呢個人世間爭名奪利，你話係唔係一個苦惱嘅人生啦？佢就無尊就無卑，無貧就無富，少長男女嗱，咁啊始終嗰啲文字咧都好奧妙噶，就唔係話講啦呢個人啦冇咗呢個尊卑，冇咗呢個貧富，冇咗呢個少長之罪、男女之分等解，而係話凡係往生淨土嘅人，你只要肯念法，所謂人就不分貧富，位係無分尊卑，罪係無分少長，性係不分男女。即是話任何一類，尊嘅又好，卑嘅又好，貧嘅又好，富嘅又好，少嘅又好，長嘅又好，男又好，女又好，你只要唔好響呢個名利場中太過爭執注意啊，你能夠分一出時間去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咁啊真係啦，唔論你係尊又好，卑又好，貧又好，富又好，少又好，長又好，男又好，女又好，都可以咧能夠往生淨土。咁啊千萬咧就唔好啊，不管尊卑貧富貴賤少長男女，專門咧響呢個名利場中咧去爭名奪利，就應該咧所謂位不分尊卑，人不分貧富，罪不分少長，性不分男女，人人咧都係咁樣睇薄於呢個名利，而專心注意啊，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往生淨土就最好啦。共憂嘅錢財，咁其實都包括物質嘅。我哋衣食住行咧，大家都好憂心嘅。不過咧，都係以呢個錢財咧為最主要，因為有咗錢財，呢個衣食住行嘅物質咧就隨之而來啦。所以話共憂啊，無論係有錢嘅人家、冇錢嘅人家咧，都係共同係憂呢個錢財。嗰啲有嘅所謂憂心就唔夠，或者冇嘅佢哋憂心佢到佢話共憂嘅錢財。有無就同然，有錢嘅就憂不足，而冇錢嘅佢哋憂心自己唔得富有。所謂有冇雖然係不同，但係同時追求金錢為佢嘅目的，咁佢就同然。佢憂思就適等因為已經有嘅，佢哋憂其不足，希望越多越好。但係呢個冇噶啦，佢哋欲想富有所以話憂與共思雖然不同，但係同時為錢為出發點係一樣噶。佢話適等同時都係以揾錢係為佢最後嘅目的。咁佢哋憂思適等，平刑嘅受苦累念嘅積累。平刑者即係恐懼不安咁嘅意思。累念就係累念於既往，積累就係積累於未知。就係話世人累念過往之所得，恐怕佢失咗去，但係積累於來日又恐怕佢達唔到目的所以終日係憂愁。佢話平刑嘅受苦，累念嘅積累。講到此處，時間已經到啦，向阿文祥付於下星期四。